恁才有奇怪。顶一搬到这个所在，阮大家拢听过啊咧。啊，看你坐像小拄啊细细念，你是咧两啥意？阮甲你也无熟无识，你迄个就是迄啥物啊？哈？就是咩？敢若客家咧赶庙讲咧，遐尔啊歹。啊，稍等下，稍等下，我知影，一定是欧阳锋的朋友。昨暝啊，今晚才搬来遮，对不对？我唔对，非常好。小姐啊，你这算拄搬来，你算新来呢，讲话就较客气的。你对阮这火龙霸比阮这人的来路嘛？根本凡事你拢还未彻底的了解。首先由这边的自我介绍，穿衫裤会当现形的，佮特色的开口罩长。你敢若看这个形嘛知影？我甲你讲，这边的是咧跳中仑夜市啊，你知唔知？哦，我知影，中仑的兄弟。唔对，中仑市场咧刣猪的。唔对，啊那阮两个兄弟啊，你落车头无少探听咧，唔知阮兄弟的个性。报着你鼻芳咧。啊，那阮两个兄弟啊是伫咧北投的，伫咧北投呢，逐工一定爱偏，见偏若无小偷拢袂爽啦。哦，北投兄弟就对啦。唔是，大哪个是啊？专门咧骗你当。哦，我即摆了解，恁就是随个随个甲介绍我真清楚，要甲我拗落底，安尼我就惊你心。我甲你讲哦，也嫌也好，唔好惹着我这个赤查某，也若无，互你真个看有听着无？哎，等哎哟，那是安怎呢？误会啦，恁大莫误会啦。我甲恁介绍吼，伊是我的好朋友，伊叫做阿娇，叫做阿娇。啊，昨暝吼来找我佚佗啦，啊因为吼。我要安怎讲？因为来找我佚佗的时阵吼，啊，就住阮兜啊。我想讲无甲恁介绍，大家拢好处边对无？后盖多多甲阮指教。对啦，迄啥头？迄就是阮阿红的好朋友啦。啊，这大家以后拢是家己的人，对不对？啊，你今仔日就看到我这时代的面，啊，倒的你嘛同款啊，莫定安尼冤家安尼戏戏叫会用笑。安尼代志到这怎啊煞，准无发生共款。迄是代念讲恁这家伙啊，这两句我囝出来咧讲进来，因为因两个都逐工拢甲写猪肉写10几斤的啦。赶紧煞！对啦，此后呢，大家拢是好朋友。对，来，这个，来，来这边哈。伊是可小查某，紧看到一片你就出去，还没你按下条你啊？你是咧创啥你啊哈？迄人个无理。咱的大家会解决了哦，快看哈！我知影。好，多谢你。好，啊，真感谢你替我调查较真清楚。好，多谢。再见。董事长，是毋是有小姐的消息啦？已经有阮小妹消息啦，这就是个地址。有地址，啊那呢，董事长，你若快马上去带转来。经过这2天，我一直在想，是毋是我对阮小妹生过去啊？所以讲，我想要互伊踮在外口住2天。搁再讲，伊即摆住伫伊一个真好的朋友的所在。呀，总经理，你替我去办一件代志。董事长，什么代志？因为阮小妹家一个住伫外口，做大兄的我总是袂放心。安尼啦，你替我去请一寡人，暗中保护阮小妹，开偌济钱拢袂要紧。是，董事长，想袂到你平常时甲恁小妹遐尔严，你也是关心恁小妹。人一句伫咧讲，忠兄为父嘛。是。啊，恁两兄弟啊，即摆走的那个是生意是好啊歹哈？哪有可能甲偌好？迄人客反啊来吼，咱就入来。人客啊，要走几首啊来轻松咧无？你知因安怎用无？安怎用？啊，即摆讲代志无用啦，出去啦。我按老术。迄表示无爱嘛。对啦，小唐，是要甲你请教一个问题吼，唔知你知影唔知影？请到问题啊，巧。内行的都会晓问我，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，无一样唔捌的。哎，好啊，别跟人屁啊臭蛋啦！你若知影天文地理，我问你一个问题啦。台湾有几省？台湾哦，扣掉东北，即摆拢总已经重新改制了，拢总30省。嘿，歹势，台湾敢若一省。我这，不是啦，你问台湾，啊，我就是问大陆咧。你莫行甲绕开来你啊！不是啊，你个查甫人，伊朋友伫啊，朋友伫啊，那恁两个嘛好啊。
莫搁吵，你嘛问看阮大的到底来是啥物代志要问恁啊？哎呀呀呀，歹势啊！你要问我什么代志？我想要请教你吼，今日早起对咱安尼戏叫迄只好爸母啊，伊毋知咧做啥物代志？哦，哪一款查某吼，我甲迄也无简单，啊，伊甲迄个即个查某带斗阵，嘛是你遐上歹查某才对啊。哦，你哪知？等我较早有遐出来，我才毋知啦。好啦，小查某，啊，你较早对出来，啊，甲定拄养互别人听，对吧？我袂记啊。啊，莫点知毋知？乱来你乱来。但是无可能呢。看迄个气质，看迄个风度吼，绝对毋是咧食迄个头路。啥物咧气质？像我即般的啦，粉底糊糊的，喙唇抹抹，迄香水的翕两三斤，耳高搁刮咧，迄行出去吼，偌济人拢来骗我来。哦，大家拢会骗我来吼。老太太，你讲这意思，敢若要出去外口，甲恁爸讨客安尼？无啊，我伊讲我气。你气啥？你气甲啦，气质，我骂到尾才会变气喙咧。马紧，你若要问迄只好爸母的来龙去脉吼，咱听安尼，利用伊若出门的是咱米咧对后壁甲对出来，咱就知影伊咧食什么头路，什么囡仔底拢嘛知。有理，安尼吼，我永远就好我甲注意，到时伊若出来，我就来招恁两个。哦，甲对落去。对。哎呦，拜托的好无？即马7点呢，又连我来把伊转好看，你家己来创啊，看真啊，哦，像这是啥物货啦？阿娇，甲伊一个人踮咧厝看电视是足无聊的呢。我带你去一个足好耍的所在去。你这鸟不生蛋的所在有啥物能好耍？拜托。你去阮这个所在呢？阮遮正啊开一间舞跳，我知影你爱跳舞，特别要带你来去安尼跳舞呢。舞跳，哎呀，要去怎讲的啊？哎呦，我着跳舞啊，我着想着练发达。娘个去！你人家来看嘛，晓得啊，就看就知影。阿娇，等下啦，对了，唔通选你，对了，恁即摆安尼是要创啥物？无要创啥物，将这三个小人甲我抛死！掉！哦，我恁弟弟去往澳走去啊？哈，不要，这是兄弟啊！我伫遮。我